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2021年5月15号。今仔日的经文诗篇47篇，申命记34章第1节到第7节，约翰福音16章第4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要去倒位。要分享进前，大先请大家为着台湾的疫情控制来祈祷。上北市已经升级到第3级，确诊的人数已经达到780个吼。咱需要为着这个迫切祈祷。咱伫圣经的中间看到摩西的死充满真大的戏剧性，伊的死也充满着疑问。亲像人类历史中间也有真侪人，有名的人嘛是安尼，因为人看袂到因的身世，所以有即种的猜疑，讲因到底有死无？亲像希特勒，中国的秦始皇，也有圣经的人物，亲像以诺，亲像以利亚。其他的人，像袂当找着身世的失踪人口，也是讲凶杀案，咱称因做悬案。有一个人也称家己讲去互外星的人带走，佮送倒转来。伫宗教上上关心的代志，除了将来的事，人的代志顶悬啦，就是讲预言啦，民间宗教讲未卜先知啦，所以因着去相命啦，另外2项真重要的代志，就是所有宗教拢真关心的，但是这个答案无一定是共款啦，还是讲真无共款。这2件事就是生甲死。当然生是无问题啦，生就是生落来嘛，特别是死的问题，大家较看重啦，伫逐种的宗教，无论是传统的宗教，还是讲民间宗教、国大宗教，咱所信仰的基督信仰，看死的礼仪，其实咱就知影讲人非常注重死这项代志。但是呢，死的这个宗教礼仪基本上甲死人本身其实是无介大的关系，差不多所有的宗教拢是为着死后的代志咧无用，像讲道教的烦恼讲死了无人食物件啦，做功德啦，是烦恼将来轮回的问题啦。有一寡宗教咧想讲要着安怎去转去西方是讲要安怎来做地印后代啦还是讲会当成佛啦，讲神明啦是只有基督教的信仰真明白，讲着来甲去，拢是共款的来源。人对倒位来，要去倒位，伫基督教信仰来讲是一再咧探讨的问题。人死了后要去倒位，有重要无？当然是重要啊！既然重要，就爱找会着路啦找毋着路就爱安尼之前牧师捌讲过像道士毋捌去过西方，要安怎带人去西方啊你若找毋着路，会互人安尼烦恼惊吓嘛民间宗教用惊吓来甲人讲，所以死后就爱办法会啦若无死后无办法会就会变做孤魂野鬼啦，就会来甲后代安怎安尼啦所以因就爱请师傅来、法师来来办这个法会来牵往西方安尼但是，亲像拄则讲过，无去西方过的法师要安怎带人去西方呢？六道轮回观念是咧讲，亲像迄种举手像迄种俄罗斯轮盘有无？转的安尼看几率的安尼要去倒位，亲像拢无把握啦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到第7节第6节、第7节，耶稣安尼讲：
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遮着我，无人会当去到爸遐去。恁若捌我，我就捌我的爸。但以后恁捌伊，并且已经看见伊。这是真清楚吼。基督徒的将来透过认捌耶稣基督，会当去到爸遐去。而且这是唯一的道路啦吼。为什么？今仔日的经文，耶稣基督讲着，讲我当初是无甲恁讲过遮个事，是因为我一直甲恁三角伫地。现在我要转去到迄位找我来的遐去，恁中间无人问我，你要去倒位？但是我已经将这个事甲恁讲啊，恁心内竟然充满忧愁。耶稣基督明白讲着，伊来是要转去迄位找伊来的爸遐去，也就是讲，耶稣基督明白甲咱所有的跟对伊的人讲，讲伊是对爸遐来。这嘛是约翰福音的中心思想，叫做道成肉身。道就是上帝，耶稣基督佫是伫佫伫这个约翰福音14章的时阵提着讲，伊去原来是为着世间人要避难所在。若避难好势，就要佫倒转来，互咱来带咱倒转去，互咱死后安毋免烦恼，免烦恼。人的性命是对上帝遐来，透过上帝的创造，互人的性命有意义。将来要佫倒转去上帝迄个所在，互人袂惊吓。所以咱有厝通好倒转去，所以咱毋免惊因为互人有性命有意义，这是上帝互咱的应允啊。咱毋免烦恼，无需要求迄毋捌的后代甲咱摕香来拜咱，毋免你著惊将来变做精生，还是讲无通啊食。摩西埋葬伫倒位？人要用土葬还是火葬？埋葬伫土底还是等喺海底？其实拢无重要。重要是毋是咱捌迄位创造的上帝？是毋是咱捌迄位受册来拯救咱的耶稣基督？真道，咱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已经明白启示咱迄条道路，因为伊去是为着指明咱将来要去的路，甲咱指明迄条路。所以咱耶稣是咱的基督，是咱的拯救。基督徒应该爱有平安，当然嘛，应该爱诚做平安之主。除了传扬平安的信息以外，也爱诚做和平的使者，因为咱知影咱是对倒位来，要去倒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5月1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7篇、申命记34章第1到第7节，约翰福音第16章4到11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往哪里去。在分享信息之前，要请大家先为台湾的疫情祷告。台湾的5月15号下午4点半，已经紧急宣布双北市升为这个第3级，因为这个确诊人数已经跳到180人我们要为了这个疫情祷告，要为了所有的防疫工作人员祷告，求主怜悯，求主保守。摩西的生充满了戏剧性，他的死却充满了疑问，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埋在哪里就如同人类历史当中也有许多的名人一样，
因为人们看不到他们的身思，产生猜疑，他们到底有没有死啊？例如希特勒，例如中国的秦始皇，也有圣经的人物如以诺、如以利亚。其他的如同未能找到尸体的失踪案呐，或是凶杀案呐，我们称之为悬案。有些人宣称自己被外星人带走啊，又送回来啊。宗教信仰最关心的人的事情，除了将来的预言啊，比如说我们说预言啊，或是民间宗教说未卜先知，所以他们去相命。另外2件对人的事情，在各宗教都非常关注的事情，但是答案却完全不相同哈。这2件事情就是生与死了哈。那生就是生了就有了嘛哈死的话就是比较严重的事情。看各种宗教，无论是传统宗教或是民间宗教，各大宗教或是我们所信仰的基督信仰，对于死的礼仪，我们就可以知道人们非常关注死这件事情。但是死的宗教礼仪基本上与死人当下没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为了所谓的死后的事情忙着。道教的人担心死后没有东西可以吃，造功德是担心将来轮回有问题。有些宗教想要归西方，却不知道西方在哪里。也就是说，有些说想要能够庇荫后代，有些说他们可以成佛变成神。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明白的说，来跟往都是同样的地方，同源哈。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是基督教信仰一再探讨很肯定的问题。人死后要往哪里去，当然很重要。那既然很重要，就要找对路啊，否则的话会让自己担心害怕，因为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呀。民间传统宗教以惊吓来告诉人们，死后如果不办法会的话，会使这个死人变成孤魂野鬼，甚至厉鬼哈，然后还说会回来打扰这个儿孙。因此他们需要法师来做法迁移西方。但是牧师的疑问是，没有去过西方的法师又如何引人去到西方？6道轮回的概念，牧师觉得有点像左轮所将在玩俄罗斯轮盘一样，靠几率的，要去哪里没有人有把握。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第7节，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基督徒的将来是要透过耶稣基督而去到父那里，而且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为什么？今天的经文，耶稣基督说到：“我当初没有告诉你们这些事，是因为我一直与你们同在。现在我要回到那一位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当中没有人问我你要去哪里。可是因为我把这些事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心里竟充满忧愁。”耶稣基督明白的说，他是要回到那位差他来的父那里去。那也就是说，耶稣明白的告诉所有的跟随着他的学生，还有你我现在的基督徒，他是从父创造的上帝那里来的。其实这正是约翰福音的中心思想，道成肉身。道就是上帝，
耶稣基督又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经文提到，他去原是为世人，这个世人就是所有相信并且跟随他的人，为这些人预备地方，并且呢又要回来接所有的人回到父那里去。因此我们死后是有家可以回的，我们不是无家可归哦。所以基督徒基本上是不担心的，也不怕死，或是说死后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要去哪里。我们不需要求那个将来不认识我们的后代拿香拜我们，还要给我们吃，也吃不到。我们也不用担心将来变成畜生或是厉鬼。今天的经文生命记说，没有人知道摩西埋葬在哪里。摩西埋葬在哪里，人要用土葬或是火葬，埋葬在土里或是丢在海里，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认识那一位创造的上帝，我们是否认识那一位受差来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将来要再带我们回去差他来的那一位上帝那里。他是真道，是我们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已经非常明白的启示我们那一条路了。他去原来是为了要指明我们将来要去的那一条路，因为他说他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基督徒应当有平安。约翰福音14章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为什么？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知道要去哪里。 OK， 不但如此，不但我们有平安，我们更要成为和平之子。除了传扬平安的信息，让人家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们要成为和平的使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从何而来，也知道我们自己要往哪里去。